来继续来看中国的渔船，2月14号伫金门并船，经过5个多月，两岸总算达成共识。这个家属甲中国的代表再去到金门签署着协商的条款，而且来举行公祭。结束了后，甲遗体连同船只做伙送转去中国。针对协商的细节，两岸代表拢无透露。 金门廖落码头边大型吊车作业，2月14中国渔船并船的事件，经过5个多月，中国2个死者遗体送去船艇，未转去中国啊。死者总算会当转去两岸代表协商，嘛总算有一个结果。遗体转去中国之前，双方已经签好协商条款。 中国代表行落车，两边握手表示善意。2月14，中国渔船并船案，互2个人死去，真侪摆协商，别拢未顺遂。今仔日，中国代表含家属小招伫金门定桥第16摆协商。214事件发生至今已经5个多月，终于达成共识。今天协商顺利，这要归功于两岸持续不断的努力。请问怎么定调这次的事？谢谢。陆方还觉得是恶意撞船吗？问到定调结果，海巡署副署长吴吉讲，协商结束，两边来到殡仪馆举办公祭仪式。以恪守。 家属换下衫，跪落来磕头，留一回祖辈，嘛来念香。家属鞠躬，求致意。海巡署是表示说，对于没有带这个密录器，所以造成那个原因等等有点不同的看法。那海巡署对这个表示歉意。听讲这摆协商，和家属超600万安慰金，不过实际内容，双方代表讲爱尊重家属，含两岸协商共识，无法度对外报告。 公祭结束，遗体含渔船拢会同齐送转去中国。中国渔船并船案嘛到这煞过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